下來繼續來到苗栗的山區，因為風颱落大雨，苗62線的邊坡是崩山崩2解。有一個超商的物流司機，昨深夜要送貨到泰安鄉的半路，被熊熊放落來石頭牽到，貨車是嚴重變形，加載這個駕駛敢若受到輕傷。敢是去翕到山坎邊有真濟石頭破，後一秒嘛傳出砰一聲，山坎幾片熊熊放落來，一台駛佇咧內車隊貨車被火閃扣石頭擊到，閣翕到扣石頭弄到的是噴火星。就突然聽到一些轟隆轟隆的聲音，後來就是天昏天暗地啊。標62線昨暝10點外，閣一擺發生邊坡崩落去外，一位超商送貨司機原本要去到泰安鄉的門市送貨，路邊熊熊拄着崩山，回頭想到迄個時陣，就心驚大響。當下我就是跟自己講說，我家裡還有老婆小孩，把車門趕快踹開。如果我不往前跑，我一定會死掉。司機講，當時貨車扣部分的石頭擊到。大量土石飄落來，險啊扣台，想到厝裡的某囝趕緊拼性命逃走，加在干那車廂無性命危險，家己孤行行1公里外來到超商獲救命，路中攏是大粒的石頭破，扣石頭擊到的貨車車身規台密密麻麻，機動工透早真濟台大型機具駛入來，開始測通路的作業。大石頭掉下來，大概有1-2千噸，這個沒有大型機器來不行的哈。鄉長講，這石頭是會差不多130公尺懸的山崖出落來，重量有正輕重，影響的範圍差不多100公尺，要全部清掉需要一段時間。因為苗62線是通過泰安鄉重要的聯外道路，鄉長嘛來到現場，甲民眾帶路，應改行替代道路。個民眾要去診所或是先看，不過路無通，無法度看清。到泰安鄉公所可以走苗61線到泰安國中，走那個山路到泰安鄉去。包圍風颱過境，甲苗栗山頂管真濟雨水，因為土壩地質規個乾水，互苗62線閣崩第2擺。相關單位來到現場看，希望中央趕緊協助復原。